世界萬航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。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好，我是主持人吳平仁。即馬中小學是毋是開始暑假咯？你會記住你處理的時勢啊是安怎佇學校上課呢？融合教育就是看到伊甲我無共，所以必須理解、尊重對待人。但是實際上，上課安怎無影響？老師、學生、家長、社會大眾，敢若也是三無長，是毋是安尼？今仔日三位專家同事者鬥陣來討論。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，頭一位中華魚韻律健康生活協會秘書長，嘛是特教老師張嘉敏。主持人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張嘉敏。那麼第二位是資源班老師林勝榮。主持人好，朋友好，我是勝榮老師。那麼第三位是人本教育基金會教育與人權政策專委李正元。大家好，我是人本教育基金會員。繼續咱來看台灣的融合教育推行差不多10多年，不過教育現場依然是逼出了老師對特教的囡仔起卡動手，或者是特教生情緒失控，影響到學生的代誌。民團呼籲要調降師生比，教育部嘛要繼續投入資源。聯合國對1990年代開始推行融合教育，台灣佇2013年全面推動融合教育，嘛已經10多年，強調普通甲特殊學生會當共同學習、互相尊重。不過經過遮濟冬的正式推動，實務上也是有真濟挑戰。今年4月，高雄一間國小資源班特別出有代課老師情緒失控，對囡仔起卡動手。這個老師也無特教認證資格，校長講這是不得已的做法。有資格的老師他不願意接，那不願意接的狀況之下，我們如果強迫他接，那孩子在他的教室裡面，我相信也不容易得到好的學習。特教生需要更較濟包容甲心力。根據民團觀察指出，這幾年咧普特共用的政策下底，愈來愈濟集中式特教班的學生，身心障礙的狀況愈來愈嚴重。像資源班和集中式特教班的師生比嘛也是真懸。我的資源班、學員班是1:8，可是很遺憾是說，其實即使到113年，我們的人員進步辦法重新修訂之後，真正有1:8，也只有國中階段。其他的階段分別是15、10人，是完全沒有去考量到現在我們普特共融的一個深化，以及孩子所謂的特教需求越來越多的狀況下，那麼在師生比上面應該要做一個適當的調降。除了需要降低師生比，為了穩定特教教學現場的資源人力，教育部閣教署補助地方政府增加月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，按算116項年度，全國會當有1600人。不過融合教育推行到今麥，特教生人數增加，現場輔導資源依然無夠，第一線老師的負擔壓力大，就要有閣較濟資源人力投入，才袂互特教教育現場成做惡性循環。記者綜合報道。他主要看這新聞，相信一般的觀眾朋友就知影講，哦，這個教育現場有這款的問題。但事實上，譬如講，阮50幾檔進前咧讀小學的時陣，阮有分做講特殊教育班，甲普通教育班。所以就即馬這代志是毋是遮簡單？就甲分出來就好啊。融合教育若無愛，無就是集中教育，敢是安尼？一刀切落去兩邊，即擺社會、即擺時代，敢是需要安尼？難道咱無法度有這種心性？而且知影講，其實這對咱領導的子弟嘛是有好處哦。這要安怎來體會？安怎來理解？我相信真濟家長處理嘛唔知，所以今仔借着這個機會，一般第一就呼籲講，咱必須要繼續來深化這種教育的方式。第二，大家知影講實際上這個好處是啥物？而且要安怎來強化？首先，我來像親像張老師我知影張老師恁處理都有安尼的學生囡仔，所以你家己有體會，而且嘛是教育現場，你嘛是
按呢咧教學生咧處理這款代志。咱這有一個圖表吼，其實即馬有真濟是溫性的，吼。啊，這個溫性的，其實我知影是，因為我厝裡嘛有做老師的姐姐，因講吼，這溫性的足濟呢，迄其實就對因非常非常困擾，啊嘛唔知要安怎，啊家己嘛無專業，啊學校資源無夠，這部分咱先莫講吼，先請張老師來講起，講這個融合教育伊的目的是啥物？互大家先清楚一個概念。好，大家想看覓吼，一個囡仔啊，伊畢業了後，18歲、20歲、29歲，伊愛做事，也愛做工課。啊，伊個同事有無？有即款的同事無？有，一定有。即馬做儕講啥物工程師啦，吼，醫生啦，攏有啊。嘿，啊，若說講因佇受教育的時陣，因無這個經驗，啊，因去做工課的時陣，啊是變怎甲伊的同事去做溝通，吼，啊是變怎相處，對無？好，所以這融合教育，吼，嘿，講實在都是為即馬，吼，為囡仔較細漢的時陣，就互伊會使講，去經驗講，啊，我的身軀邊都是有即款的，吼，即款的朋友，吼，即款的同學，啊，到後擺因去做工課的時陣，我的同事有即款的同事，OK， 我有經驗，吼，啊，這是上，我感覺是一個重點嘛，嘿。啊，那本身呢，就你講的是講，咱有當有這個對待的經驗，啊，若是囡仔本身伊需要融合教育，對伊來講，伊的意義是啥物？我感覺嘛是吼講，伊大漢了後，伊嘛是有一個經驗講啊，我是自閉症，吼啊，我無很嚴重，所以講我無需要去特教班，吼對無？但是呢，啊，我就是講，我直接說國語好不好？不要緊，現在就是他在長大之後，他就會有更多的經驗，好去說，我在念書的時候，我就跟這樣子的同學一起相處。那所以當我長大了，我還是要去工作，我就會有比較多的經驗去知道說，我要怎麼樣去跟和我不一樣的人做相處。然後我在情緒上我是必須要去怎麼去做調整的，要怎麼去做控制。老師，你有感覺講有這種經驗的囡仔，伊的成長會較緊，還是講無？講其實伊是學習這種經驗，對有即譬如講自閉症也好，還是其他的症頭的囡仔，伊在一般性的這個班級裡面學習，甲集中式的這個學習，都這種的成長。可能會較好，都是在普通班啊。普通班嘛，係啊。哦，這是我會安尼問，就是講我看過一寡數字，一寡確實的這個證據。咱唔是調侃咧講啊，這個啊，恁這個外國的學來這 DEI 哦，安怎都安怎哦，多元尊重是對家己有好處，咱才來學習來用這種制度嘛。但是即馬事實上，你所看咱台灣主要問題是啥物？因為頭拄仔咱看到是，這條新聞就是對高雄這個學生囡仔開始發生的這個新聞。你認為咱即擺台灣的教學嘅現場主要的問題是啥物？這是人無夠，人無夠，錢無夠，錢無夠，啊，制度嘛無夠，吼，制度，嘿，啊，對老師的支持嘛無夠，哦，啊，上後輩都是。防禦性教學，到上下尾就啊，賣插啊，安尼上好安無代誌。我都賣講，賣插，賣調整，吼，賣冤家，吼，逐工都一工過一工，吼，都
大家攏無代志，安尼上好，都防禦性教學。掛免戰牌了，對吧？係啊，係。哇，這其實對大家都唔好呢，吼。攏唔好啊。錢甲人啦，吼。關於制度，咱小咱再來講，吼。我咪先請教林老師，吼。林老師，你所經驗，你即馬資源班，你甲咱講，你的資源班是啥物情形？啊，講互觀眾朋友來知。我來指導班的其實就是我有時候要上課，可是學生突然爆炸，那老師通常第一線會找我。可是我一旦去顧那個學生，那我在課堂上的學生就沒人來幫他上課啊。那如果我又不去顧那個爆炸的學生，那還有造成普通班的困擾。啊，你有沒有聽分析？你一個人愛四五個所在愛用哦。對哦。哇！啊，你即擺的資源班，你一個人教幾個人？我通常自己管的學生，可能我在新北的時候，就是有到14到16。那法規的，你一個人管啊14個人啊？對哦。然後法規上限其實規定是。要講你哦，我嘛無多了。對。我一個人管啊14個人。對。啊，如果迄邊啦發警報，啊，你就要拆分身過去啊處理。對。啊，你無人通啊交代。我人愛交代，可是就是交代，基本上因為我是業個管，所以第一時間是我啊。嘛是愛找你。愛找我就是愛找別人啊。哇！啊，你逐工要上班，你敢會講我不愛去，就麻煩。當然有啊。那這個。就是還是要去啊，因為就是我覺得有的時候特教老師有的時候在現場，光是在現場就可以讓那些比較暴躁的學生就是熟悉信任的老師來，他就會比較穩定了。你自己成長的經驗吼，你感覺不管是以前的資源班也好，還是特教生也好，你認為上好的對待是啥物？在一般教育現場，咱上好安怎甲對待？毋是講哦，你足熬，安尼，還是講無咯？你就是甲一般人共款，愛安怎來對待？是較對這個特教生較有幫助。我覺得要去了解每一個人不同的特質，就好像我們一般人一樣。像比方說，像自閉症的孩子，他爆炸的時候可能是他唔知要安怎，那我就跟他講。第一步要做什麼，第二步要做什麼，那這樣自閉症他就會比較知道。那情緒上有的時候他心氣也喜準，然後他就是不想要大家看，那大家可是班上我通常會注視他，那這個時候我們可能就是去請老師說去照顧其他的同學，那我們來，那沒有人注視他之後，他的情緒就會大幅的下降。哦，所以每一個特性攏愛掌握呢。對哦。但是對你來講，你有同意張老師他講的，錢無夠。人無夠，制度上無甲恁支持，是不是？是，這東西，因為像這個時候，有些學生可能還有助理員可以安撫，可是助理員沒急啊，沒有錢請助理員，那就是我要來做這個工作。你就校長兼講經對吧？對啊。哇，安尼我會先正辦。你即馬看到因歸納是講資源無夠，人無夠，錢也無夠，制度上攏無支持。啊，這是台灣政府，是完全是講啊，撩鼻一骨，然後啊有啦，阮有啦，有咧創啦，啊，就生食就無夠啊，佫曝光，啊慢慢來吞，啊先求有，啊先求有，啊才講好，是這個意思嗎？還是講根本上，咱的教育體制上就無認真的對待這項代志？首先我先講為什麼到這個。公量的教育，因這個代志是因為 CRPD，就是迄個所謂的障礙者權利公約啊。因為咱台灣要甲國際對接嘛，啊，變講咱台灣要對接了，這部分咱得改善。然後因為專家學者攏會來遮看台灣有進步無改善無？因為安尼，所以咱的教育內底，正常攏是迄個所謂的特教班嘛，特教生啊，囥一班，啊，甲慢慢了講共融，就是希望講這一寡所謂的特教特教的學生。這一個障礙類別的學生，袂使有迄個歧視，吼，啊，你們愛平等的對待，所以希望因佇咧受的教育資源頂懸，會使
甲一般學生攏共款。所以咱要有觀眾朋友理解，咱是為着 CRPD， 這是社會進步一部分嘛，一部分哦。這唔是啥物講啊，咱咧學咧啥物左交吼，啊 DEI 安怎？一開始教育部嘛袂願，嘛無願意啊，因為咱需要往國際行一步嘛，咱已經往前行了。啊，所有教育，所有台灣一步往國際攏去行了，所以咱教育來嘛要改變。所以改變，我感覺這是新時代拄着的代志，這是我感覺是一件好的。啊，但係老師因講的攏是對的。其實佇學校的資源內底，因為真的，我記得我也無記唔對吼，就是一班內底特教生是1:5，然後台北市是1:4，我也無記唔對，應該是安尼。是上新的應該是安尼無唔對。1:4的意思就是講一個班級內底。正是，比如說國小一班上濟27個學生，你上濟一個老師帶一個班上濟加4個障礙類別學生，障礙類別哦，包含身障，包含可能溝通障礙、情緒障礙、什麼障礙類別無共款無要緊。變講你學校佇咧分班的時陣，就是你今年這個年級內底可能有鑑定過，可能有10個了，我平均我可能有4個班，我平均分了幾個班，上濟袂使一個班內底袂使超過4學生，就是安尼。啊，但老師有講有一寡隱形的嘛，就是家長無出來去鑑定啊，無出來鑑定，你一個老師咧教冊真，你無鑑定伊就袂造成困擾嗎？其實無鑑定反為對老師來講是一件愈壓力的代志，因為根本你唔知影醫學狀況是安怎啊，啊你也情緒狀態，即情緒就成長的學生嘛，你情緒突然間爆炸的時陣，老師根本就唔知影，奇怪我的學生內底。這個人無寫特教，原推干呢，伊就愈唔知要怎處理，因為所有的這所謂的特教生，其實有開一個 IEP 啊，是所謂個管的資料，就是愛對這個學生特別量身定做，伊佇這個學校內底。啊，這是1年生、1年生入學的時陣，就去必須愛填寫，還是發生了後才帶去鑑定？其實抓你收。1年生來的時候，我就都三無章唔知啊。嘿，其實有誒是攏一步一步來，因為有誒家長真正伊嘛唔知影因誒囡仔有這個狀況。比如講所謂一般家長較無比較覺得沒有那麼比較難分別的，比如說所謂的 ADD 或 ADHD 嘛，過動還是迄個注意力不全的囡仔。啊，雖然家長有講，我雖然就是安尼啊，對啊。啊，若是咧小量，啊，就甲帶落去安尼啊。我雖然就是安尼啊，我以後坐袂牢，我佇校嘛是走來走去啊。我學生就是安尼啊，我囡仔嘛是安尼啊，都有啥問題？啊，伊毋知影進前因細漢的時陣，按無咧鑑定，無咧講這個代志嘛。其實你已經過動，可能 HD，你可能唔知影，啊個進可能有。啊，所以有的是對迄個，比如說幼稚園的時陣，那校老師感覺你甲一般來講，以因的專業來講，這個年紀的學生佇咧學習，還是佇咧講話，還是佇咧甲朋友交陪的時陣，應該有一個平均的迄個狀況。模式佢講伊個性較躁動，還是伊個性較特殊，無啥甲人交流，伊個性安怎？伊個老師就第一個發覺這個代誌嘛，啊，就去建議家長講，你要需要出去鑑定一下無？啊，鑑定其實對家長來講是一件好代誌，因為你的囡仔需要鬥相共，因為這毋是病。這需要大家來鬥相共。但是我感覺有的家長是會 stigmatize， 會講會污名化，講啊，像阮這囡仔，我這自細漢我嘛是安尼啊，啊，喋喋的安尼，愈掂着喋到金絲絲啊就好啊，啊，規矩安尼就較好啊，莫去妨害着班上的代志，你需要甲我創這要創啥物？我要先請教張老師吼，若是拄着這種家長，而且一直真常態性來妨礙着整個班級的這個學習甲技能的時陣，恁攏安怎處理？你敢有拄着這種家長？有啊。有。我以前有一個家長，我甲伊講啊，你個囡仔可能有自閉症，伊都不愛甲我插。不愛插你？嘿，永遠都不愛甲我插。哦，啊，咱囡仔嘛是照常囥喺你班？無啊，伊都帶走啊。伊就帶走。伊就做想起來講，你是安怎會使安尼講我的囡仔？我都看我的囡仔好好，嘿，你袂使安尼講，啊，都走啊。這是發生即馬還是早前？早前啊，足久啊。但即馬家長大部分有這個意識嗎？我感覺有較好，嘿，
因為社會在進步啦，吼，啊嘛是有足儕人足儕老師嘛出來講，吼，講這你若無去降低吼，安尼你的囡仔佇佇學校內底，伊都無資源，嘿，啊無資源，老師都無法度甲伊鬥相共。啊，這是做含蓄的一件代誌啦，嘿，所以我即馬攏會甲家長講，啊，你無去病醫，吼，啊，老師都無法度甲你的囡仔鬥相共，啊，繼續到伊的同學的家長要來甲你抗議哦，啊，會去抗議吼，因為妨礙阮囝的學習。係啊，啊，但是你若帶囡仔去看醫生，吼，啊，就講啊。對，我的囡仔真正是有需要鬥相共，安尼學校伊才有法度甲資源互即個囡仔。我應該愛先請張老師來說明吼，你成立即個魚塭綠健康生活，恁即個魚塭綠這三字是安怎取的？是啥物意思？希望溫性種希望隱性障礙族群有力量，都希望。差較儕意思安尼，希望隱性障礙的人有希望，有力量，有力量。啊，這個隱性障礙，你是啥物定義？啥物內面有包括啥物代誌的？就是一個人吼，你看伊攏好好。緣投的緣投，水的水，哦啊，看起來有巧嘛是有巧哦，吼，但是其實伊是有需要鬥相共啊，你看袂出來。啊，講有一個人伊坐輪椅啊，你看會出來，吼，啊伊提迄那個手杖，你看會出來，嘿，但是穩性的都是上濟都是較無嚴重的自閉症。囡仔吼啊，過動的囡仔吼啊，情緒較有困難的囡仔，嘿啊，但是你都看袂出來講伊有需要鬥相共。啊，而且家長有當是家己嘛是，所以無感覺講你有啥物無共款，因為我嘛安尼啊，像他做政員所講的啊，我嘛是安尼坐袂牢啊。哦，阮哪有啥物不懂？啊，而且伊佫巧啊，佫看有啊，啥物代志攏有甲你應嘴應舌。但是有誒時陣吼，阮都會感覺講，你應該是聽有，啊，結果吼，伊聽無，吼，阮囝講阮囝就好，嘿，有一個電影叫《功夫》，我都甲伊講哦，這功夫吼，3不5時吼就會播出。伊都講哈，媽媽，這個愛開錢哦。3不5時。嘿，伊都了解是50塊。50塊。才會使看。伊都其實伊聽無，伊無了解。啊，但是你看伊，你都袂感覺講啊，伊無了解。但這是當時的代誌，你是頭一擺發覺，還是講其實你才慢慢漸漸發現講，哦，伊這也唔知，迄也唔知，這也唔知，唔是一時間就突然間完全明白。嘿，我家己囡仔，我嘛是，像我大漢的，即馬21歲。21歲。嘿，已經大3了嘛。頂個月，啊，阮住佇遐吼，阮厝內遐。阮已經住17、18年哦，吼，啊，我都開車，吼，啊，開，伊都雄哦，忽然間甲我講，啊，媽媽，啊，這路吼，那有正最近迄食材店吶，係，我就講，這毋是新開的哦，伊就問我說，啊，這都是新開的店的，我說無呢，這18年吼，這店攏佇遮，啊，伊都無看到。無覺察，嘿，對，啊，到即馬21歲啊，伊都忽然間想，伊看到啊，啊，進步啊，我都感覺哦，伊進步啊，係啊，但是你
都做侪人都無法度了解因的困難是。所以因的樣態是真多元性，有的是這，有的是迄，有的是迄。所以每一個人都必須，但是若是安尼來講，你學校內面一個老師愛像頭先正話講，一邊五一邊數，安尼敢有夠？每一個王樹像雞尾炮，哪有通啊？逐支捌透透？都足困難的。哦，信用你家己感覺咧，你家己成長的過程當中，那老師無甲你理解，你的心情是啥物啊？煞來你會安怎反應？還是講你就是較故意啊？你無甲我了解，我就慢慢啊等啊。甚至是講你嘛唔知要安怎講出來。有唔知啊，就是安那講出來啊，老師也有夠忙的，所以我無講啊，老師就當我乖乖的無代誌，他就會去處理別人啊。所以在我成長的時陣，當我大個的時陣，我就唔知講我的問題，原來可以向別人求助，或是跟別人討論，然後花了好多年在工作上才慢慢知道說，哦，原來問題不是只有自己一個人承擔的。應該安尼講哦，就是說。其實這項代誌應該是要有其他的人來陪伴你。對。但是你的爸爸媽媽迄陣時敢有給你理解講，哦，你需要有人給你陪伴，還是講因其實嘛唔知？我爸爸就是講，就是伊嘛是安尼大漢的啊，所以感覺袂要緊的啊。伊嘛是安尼大漢的。對啊，我知影爸爸是愛我的，不過伊就是。沒有這樣的知識，無覺察，對，無覺察。啊，恁爸爸媽媽即馬敢知？你即馬知啊？即馬知。即馬知。啊，因為感覺講，如果若迄陣時有台灣即馬現主時這種制度，對你會較好唄？你無感覺？還是無感覺？就是因為一直我還不是有這樣子學生，所以還靠我就是加一些學生就趕快啊。所以你即馬咧對待學生的時陣，你會常常想到講，無喏，伊唔知影是袂曉講，還是有太藥啊誒感覺，但是還佫三無長，有誒還佫模模渺渺，咱應該安怎甲開發，甲引導，互伊會當理解，會當掌握。你攏大部分攏用什麼方式去處理這款的學生？我們會先看他的 IEP 資料，因為 IEP 就會寫到他以前的過去是怎樣，然後甚至會寫到老師的策略是什麼。那再來，我們也會去跟他現在的老師家長開會，場口討論，然後我們就去看買多幾號啊，5號啊，5號的就寫進 IEP 啊，5號的就是我們認起來，因為每一個還是有別的方法，對，就是攏無共。但是我上好奇的就是講，安怎說服這款囡仔的當初。大家愛好好甲對待，因為這個囡仔有誒8、9歲、10歲，啊就完全就啥物都唔知，就知影共處置、共創治較教安尼啊。其他會知影講愛平等、愛創啥、愛有愛。你通常愛安怎來說服這款囡仔班？愛動力，因為伊不是伊個。伊個講老師啥物叫做動力呢？啊，像這種時陣，恁攏安怎甲？用行動來表示，還是講用講故事互因理解？因為我真正好奇是講，這款的學生其實因的處境是4方面攏人看伊甲你無共，伊嘛看你甲你無共啊。你講囡仔的話，我也用伊教伊的代誌，因為我們通常舉個例子，他可能就無尷尬，可是我用他教伊的例子，他就哦，原來是安尼，伊就了解啊。即我來問正元吼，那是通常這種代誌，咱無法度講啊，甲用這個較抽象的這個語言甲講啊，你都愛平等安怎？老師咧教學的時陣吼，雖然可能也請張老師來說明，咱咧這種代誌是要安怎來鋪排，還是講除了看伊的這個個案內面所寫的物件以外，一般的學生囡仔，咱就愛用什麼方式來甲因？對待，對待啊，共同學習的。我想講吼，其實佇個學校內底，佇個班級內底啊，因為我囡仔嘛是先國小畢業嘛，其實
佇學校內底，其實我唔知影，阮的班內底對幾個生，幾個學生是障礙生，嘿，這是個人的隱私，學校袂使講，老師嘛袂使講。啊，佮有的囡仔你就看會出來，因為像我對我來講，我接觸過遮濟學生，所以大概帶因出去先看一下，我大概就知影。啊，佮知影我嘛是袂講，因為這是我個人的判斷嘛，這是從是內面，這方面是伊真正是有伊的隱私的部分。我先講這點。啊，第二就是，所以伊唔知啥物人是發生什麼狀況，比如說什麼障礙類別啊，伊佇學生，即個學生佇這個班級內底，因共班遮久，伊應該知影這個學生，比如講伊的情緒較無穩定，啊，因會知影啥物時陣講到啥物代誌，伊可能會壓起來，啊，會壓起來，啊，老師可能就會，比如講阮。另外，老師領導也講啊，那我們遇到他什麼狀況的時候，請他來跟我講啊，我們可以做什麼？IB 跟我下巴講，伊牙開訓就是需要個人獨處，還是需要你啊？老師講，老師也帶伊去邊仔休困，還是去對？這時陣就愛跟他講，我們不要再去戳他，不要再去笑他，不要再去說啊，你就是安怎，這些都是多餘的啊，這些都是我們會底下好好來對老師可能會跟他講，就是講遇到這個情況的時候，對這個狀況發生過一遍，機會教學嘛。講一遍，啊，學生啊，就慢慢的知影，啊，個來知影講啊，伊拄到這個狀況的時陣，有人過去啊拍下肩膀，好了，沒關係啦，沒關係啦，類似這種，就是我感覺這學生啊，因內底的學習，我這是我看到的感覺啦。啊，學校第二就是所有的學校的老師其實吼，對於特教生的部分怎麼去對待，這大家其實愛進修啦，因為大家囡仔。狀況就有影呢，狀況是安怎是無共款的，因為大人攏無共款。就當那像當那張老師講的，伊個個 IP 頂往下，什麼方法有效，什麼方法無效，無代表講這個障礙類別囡仔，這個有效，迄個迄個無一定有效，無效。所以大人攏有家己的部分，所以就變講老師伊愛知影，伊可能教囡仔的方式可能就袂使教一招，可能要有10招、5招、8招之類的。那我覺得這是安進社會。不管是教育部、教育局，就是按內來老師支持的部分，就是因為進修的部分，還是講因對於這方面的支持，這種是心理的支持嘛。啊，你做辛苦的啊，你這簡單哦，這是無簡單的，出來囡仔做困難的。這種就是你愛提供伊做一方法，啊，教伊安怎處理，啊，第三種就是這部分可能攏在進行的部分，你愛有一個部分就是愛有人來支援，這咱們講的所謂助理員的部分嘛。助理員的部分，愛有第3個人、第4個人來鬥相共，因為有的較嚴重的學生是真正需要有別人來陪伴。這我嘛是要特別來請教張老師吼，因為若是你一班27個，啊有4個至5個，這特教生，我干那寫 IEP， 我就寫到5面去。啊，伊他有時間佫好好啊教學，啊，組織人員甲這個一般的基金老師，甚至伊嘛要應付講，伊這個特教生干那攏會對這個自然科的老師會起什麼起性地，啊對體育老師就好個安怎，迄干那應付這就應付袂曉寫這個文件要，恁攏安怎分工？啊，這個人無夠是無夠，才到什麼程度啊？我的同學吼。佇咧期末的時陣吼，都大家攏咧愛啦，愛講吼 ，IEP 寫袂了啦，吼，評估寫袂了啦，嘿，啥物攏寫袂了啦，嘿，啊都袂當困啦，嘿，啊，但是哦，去學校，逐工囡仔嘛是不知不早。吼，不愛上課，不愛上課，嘿，啊，走來走去嘛是走來走去，嘿，所以講我拄仔講資源不夠都是安尼啊，啊，一個特教老師，伊要做的工課遐爾濟，啊，伊閣要甲家長開會，甲普通班的老師開會，吼，啊，都甲拄仔攝影老師講的共款嘛，啊，伊好不容易吼有一個空堂，哦，會使進來寫對無？啊，寫包5分鐘，過來啊緊哦！攝影老師記迄個閣複雜啦，嘿，啊變安怎？啊，到下班的時陣繼續寫，啊，做儕特教老師都是8點、9點，吼，12點閣在寫，寫袂了啊。
啊，你感覺即馬現代科技還是講增加人就當解決？敢是增加人就當解決的代志，還是講要有工具，要有啥物代志會當來制度上來給你支持，才有通啊徹底來解決。我是感覺吼，一個就是，阮拄仔都佇甲攝影老師開講時，阮就講，我感覺吼有需要一個特教老師吼，伊是完全攏毋免講我要上啥物國語課啦、數學課啊，但是伊的堂課都是有倒一個囡仔不走咯，有倒一個囡仔走去咯，都較緊叫伊。哦，拍花班。嘿吶，嘿，啊迄教室內底吼，你都甲迄病醫共款啊，都有一個啥物會使飼落吼，飼落。伊就啊拍花班的啦。哎，對，嘿。啊，無吼，因為即馬都是安尼啦。無恁要做代志，攏會中斷去。嘿啊，吼，啊，即馬都咧上課嘛，啊上課啊，我啊即個補習，都全部都愛停起來，啊，都等，吼，啊，無就是等即個囡仔哦，會使穩定落來。嘿，啊，無就是請即個緊，走較緊誒，緊去找別個老師，哎。啊，但是這個老師吶，伊嘛是在上課啊，變安怎？係啊，就是安尼，所以我都講，會使吼有一個老師吼，伊是吼，伊不得上課。無真正咧教學的。但是伊嘛愛對每一個囡仔有講個無？是啊。無伊去嘛無效啊。係啊，所以助理員，因為有人講吼，助理員都較濟都好嘛。啊，但是毋是講倒一個每一個助理員攏有法度講去處理每一個囡仔，係啊。所以嘛是愛對特教老師內面，甲抽起來做一個較資深的，啊對經驗啊較足，啊而且會當來順順看看的這種人。這是我的想法啦。理想啦，吼，理想啦，吼。啊，但是若是寫這文件 IEP 咧。謝榮老師，我看你頭一直掉一直掉。我因為寫 IEP 就是我愛加都是討論，加家庭討論。我覺得寫 IEP 喜歡，可是我們花很多時間是在做評鑑。那個評鑑有的時候我們就是要花一整天，甚至我們要請假請別的老師幫忙上課。你講做評鑑？做評鑑就是這個囡仔我來做評鑑。對，一起自閉還是 ADHD， 我愛做評鑑。然後，所以有新的 case 來的時候嘛是找恁咯。對哦。然後我們愛請假就是。啊，這應該會當因外口校外的資源，請這個其他機構的人來做鑑定的話，那就恁愛來家己做。對哦，我們還要去研習。你現在你要愛過去驗習，去外口驗習。對哦，需要按他做評鑑，然後幫好的啊，尤其是別的學校申請，就是請別的學校的老師過來倒沙缸。我這間學校哦，人老師攏無用啊，還是講學生傷多啊，老師無夠，變安怎？拜託，你這間學校派一個兩個老師來，啊，你這間學校派一個兩個老師來，啊，這一個兩個老師。因個個嘛是愛去請假，啊過來倒沙缸。哇！這我剛剛看到阮伊在咧算迄個講地處啦，這講了佫不出來，講了佫不出來呢吼。啊，你愛做評鑑，啊而且你若去外口受訓，佫其他老師來救。對。啊，其他老師迄班若出問題，伊嘛是愛佫別人來救。對。啊，就是這正話，這嘛是人員是。差偌偌去啊？差偌濟，我是愛去看迄個教培的統計資料啦。按個我最近有一個研究吼，就是專輔老師的開缺，專業輔導老師開缺。其實像迄正式老師今年新北市敢開100幾個，啊，最後錄取一半，50幾個款，降一半。啊，毋是講無人，是因為因的能力無夠，可能能力無夠，啊，有可能就是。因為你專輔老師的養成資格，就是講最近啊開始咧比較在輸科這個代誌啦，我是感覺安尼啦。然後所以可能這方面的母數不夠大，這方面的是因為人的能力還不夠。然後所以現在
我感覺教育局、教育部其實是要來人力補足，但是這部分一方面補不起來。就在這迄個學間的因為錢，敢有比一般的老師較濟？錢敢有比一般老師較濟？這我是唔知啊，因為伊是正式老師哦。正式老師理論上，伊有一寡正式老師的基本的起薪之外，應該有加級的款。專業輔導老師，這愛去查一下資料，這我無啥知。我聽到的時陣就是最近老師有漲價，但專輔好像沒跟着漲。這不是主管的。啊嘛無寒暑假嘛，因為寒暑假伊無，伊就無啊嘛，伊唔是，伊是正式的老師。正式老師，所以有寒暑假。正式的老師，正式的老師補袂滿，我嘛感覺介奇怪。所以我看資料是，比如講進所謂的少子化的時代嘛，啊老師來講教師荒，結果我去研究的時候發現到，正式老師其實攏補袂滿，你教國語的、教國語的、教數學的、教啥物攏補袂滿，啊補袂滿就是專輔老師欠上濟。第二項是自然科老師，你自然科老師因可能，比如師大物理系出來，幹嘛攏走去台積電啊？對啊，台積電我的錢比這較濟，我為什麼要去的？所以自然科老師有欠，啊，再來就是專輔老師有欠，啊，該有的職業類別科目，有的是電機什麼什麼迄有欠，啊，就是一寡技術性的有欠，因為社會改變就是安尼嘛，你外口的工課比我較好，我就得去遐嘛，對吧？啊，所以我感覺教育部有想辦法啦，但是這部分要啥物人補開，我是唔知啊。張老師，恁自開始教冊到這，你會感覺我唔知啊，恁的業績甲一般的老師的業績是較懸一點啊？專業的加級有嗎？還是講無？嘛是即馬才有的啊。未即馬才有的。係啊。這幾檔才有的。係啊。無就是一般啦，但是恁愛，我剛才聽講恁安尼咧寫 IEP 就寫規個公面啊，這比有嘛無比人較濟哦。無啊。憲宏老師，你嘛無比人摕比人較濟嘛？無啊，愛愈來愈好啊。哦，啊無怪講大家壞啊，就找無人嘅吼。對啊，老師講。這老師補滿哦，是有補滿還是補滿這？特教老師是會補滿，但是吼，我有看到一個是今年伊開缺，比以前佫較濟。是安怎咧？因為老師即馬都講吼，我甘願不愛摕我的退休金，我嘛要走。我讓告。嘿。袂見做，嘿，所以今年哦，台北市哦，國校的特教老師，63個對不？62，很多呢。欠62個。係啊，係啊。欠62個是啥物概念？因為一個學校內面特教老師通常愛幾個？愛看迄間大小。大小。那像憲宏老師，恁學校咧？我今麥的學校是4個。4個。個。但是你有幾個特教生？第50個。夠60個啊？對。啊，這個是有去鑑定的哦。對。啊，那像張老師所講的迄個溫性的，啊，佫唔知偌濟哦。足濟哦。哦，像阮姐姐咧教小學，伊的經驗已經教20檔幾檔啊，但是伊攏代課老師啊，一待20年啦。伊講因迄班吼，敢一眼落去就知影講，吼，這足濟啊，但簽運就歹啊，無法度抽到這班啊。啊，但是無法度，因為即馬豐富性的教學，大家都開始啊，因為也莫壓縮，啊，互伊安尼。批數啊，相安無事啊，我課堂啊，講真好啊，下班安尼就好啊。係啊。即馬這是變做一般的普遍的現象哦。是。如果吼憲宏老師，如果即馬若有機會，互你向教育部長來講話，講你著愛趕緊愛做3項代誌，無這早晚會出代誌。有3項代誌，你要安怎甲講？叫伊來做3項代誌，馬上來做。我想一下，你要給你時間來講，張老師咧，要愛錢，大
大家每一個人薪水也較加一下，哦，制度咧，甲家長咧，甲社會教育，你感覺？我是感覺吼，因為即馬都是這防禦性防禦性教學嘛，吼，特教老師嘛會哦，唔是講普通班的老師。特教老師也會哦。係啊，特教老師嘛是會演的哦。是安怎咧？因為即馬都是講吼，這學生吼，伊若有較危險的代誌出現，但是阮老師是袂使去甲伊壓制。嘿，是袂使的。我就問講但是IEP 頂懸吼，可能就寫講要帶他去冷靜角。但是等這學生伊都個袂穩定啊，伊都佇遐掠講安尼伊都無愛去冷靜角。這時陣老師要安怎？跋倒，伊跋倒去甲伊又講，嘿，伊跋倒去甲伊又講，行，咱來去冷靜角，袂使。袂使。安尼可能會互人告呢。係啊，就是這甲學生帶去冷靜角，嘿，這個過程哦。袂使甲強迫。嘿，敢若看起來，那有人看起來講，這敢若是這老師在強迫伊。嘿，安尼就完啦。所以老師嘛唔敢。嘿，對。那這個 case 現有老師你要安怎處理？我通常都會先去顧其他的同學，跟老師說去顧其他的同學，讓他們先遠離，或者是先讓他們冷靜。然後我會讓他特徵不會讓他知道，就是說，大家都在看他，因為通常他爆炸就是更在意，就是哇你也生氣啊，他誇我就更生氣啊，因為我就更小所以我就會跟他講，起碼就是會無代誌安尼。然後冷靜下來的時候，我再跟他講，起碼去冷靜啊好啊，通常都會說好啦。所以我是感覺講哦，像說會當互特教老師有一個範圍，就是講，我帶囡仔去冷靜，嘿啦，我帶這個學生去冷靜角，我安尼是會使的。起碼都是大家都驚啊。因為咱頭一開始看到迄新聞嘛，是因為這種特教內面的這個管教的技術，還是輔導的技術。大家有落差，認知有落差啦。這種認知落差，應該是透過演習，還是講，其實我感覺家長甲一般的老師，嘛有這個共識才會使嘛，是不是安尼？我感覺是規社會攏愛做伙拍拼的代誌啦，唔是干那等落老師去處理，嘛不是講一直講家長你無好，你害囡仔教了無好，唔是這個代誌。我感覺是大家愛做伙鬥相共的啦。第一老師的資源的部分，其實愛增加會使。你要加較濟老師入來嘛是會使，還是要感覺講啊？你特教老師的薪水要提懸，然後去吸引更多人進來，這嘛是一件代誌。這是咱會使現主席可能就會使做的代誌。你教育資源，然後每個特教生的應該講安尼教育資源、特教的教育資源袂使挪用。你買要刷去別個所在啊？你比如講你有的經費你撥下去之後，你可能。老師要拼遐濟嘛，你就先使所以甲欠啥物代誌，我真需要一條錢要做啥物，可能先挪用去。有這種代誌啊？我有時會聽到就是助理員啊，薪水已經就低然後學校隔了1年都還沒有發。對，伊錢去用刷去擺做代誌。我買啥物件無錢，我先在刷去。這第資源的一定要扛好，這袂使當。這是第一件，然後第二件代誌，咱們講的老師的支持系統的部分嘛，你要安怎支持伊？支持伊的，剛剛咱們講有兩種方法嘛，一種就是你加人加。想辦法分攤伊個嘛，第二就是你行政量要減量嘛，第三個就是迄種你愛可以提供伊愈濟對待這種學生的方法。其實還有一個部分就是因為按正常的公進老師攏會欠嘛，所以做者好正式老師缺很大。這幾年已經有放寬啦，就盡量把正式老師招進來。袂報開正常攏是代理代課老師都濟嘛，按台灣是規定，教部是規定。上濟一間學校的是8%的代理人員、代理代課，100還上濟8個代理代課老師。按正另外一個，全國來講，平均是17、18。有的學校已經到20、30。好，30這不是上重要，上重要的是你代理老師，你也是有教師證，你是師培機構出來，你可能對於教學、對於小孩的認知發展，你可能有一半，你可能知影要怎教。
這個袂歹，有的是3招了4、5、6、7、8、9招，迄是大學生入來。伊這世人根本想講，伊會去做老師，伊毋捌上過教學生的課，伊毋知影要怎上課，伊嘛毋知影要怎安撫班級經營。結果伊8月份錄取了，伊禮拜9月份開始帶班，伊絕對崩潰嘛。啊，個足儕禮拜有的是老師禮拜的去做導師，因為資深的老師不願意帶，只好帶老師上去做導師，所以做兩禮拜導師啊，攏袂曉的禮拜，這就是一個問題嘛。就是學校的部分，就是看安怎。我感覺是較資深老師也是迄個應該要到3工的部分啊，即排課什麼的，這可能是學校會使規定的，這嘛是會使改善的。啊，再來就是家長的部分，你家長當咱講啊，老師愛研習以外，你家長其實嘛愛對於特教生的認知嘛愛了解。你莫一直反映講，啊，阮班內底有一個學生一直干擾啊，一直安怎？其實因為當咱講的特教生的樣貌是足儕種的，其實無定定有複雜的囡仔，複雜的情緒障礙其實無儕。大部分是 ADD 或 ADHD 都坐袂掉囡仔啦，行來行去啊，撞來撞去的，迄可能較袂影響到別人。啊，你是毋是這種學生，你的座位愛安怎擺後邊，去影響別人，還是安怎？這是班級會使經營怎麼調整的。然後過來你安怎教這幾個學生的家長安怎溝通的親子溝通的部分，要安怎講？啊，好，可能嘛愛有人支援這，啊，無你一個代理代課老師，伊才會曉啦。迄絕對袂曉，啊，袂曉到時陣都愈來愈慘。越來越慘，變成講你家長甲老師之間的迄個親子溝通無夠，啊，造成老師對於教學現場嘛，感覺做無想要上，啊，家長嘛感覺你老師有啥物規校母教那種七八糟，變兩邊個對立起來，然後最後教室環境又不佳，老師更賣來，然後這是我感覺這是惡性循環啦，所以進就是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，一步，安怎再補開。我其實要做這個節目進前，我有家己先問一下，講我希望在討論當中唔通變成干那咧道德勸說，啊，就講啊，咱就是愛有同理心啊、同感啊，安怎，有的學生家長就即像我頭就講，阮囝就無受教權是在哪裡？你指教你學校囡仔，你一定愛不管如何，這個囡仔是毋是有問題無問題，你就是愛互阮囡仔有這個受教權啊。若是張老師，你對於這種家長，恁攏通常安怎甲伊溝通？安怎互伊心平氣和來接受講啊？學校就是啊，這個安排安怎理念是安怎啊？實際上要安怎來做？你有這個經驗，甲因說服，還是講甲因溝通無？其實我感覺講一般的學生囡仔的家長吼，伊敢若是要看一件代志，就是這個學生的伊的家長有在認進步，啊，這個學校有在認進步，啊，有在大家有在想辦法無，啊，愛去看醫生的有去看醫生無，吼，啊，要請心理師的有無，嘿，啊，其實。一般的家長哦，就是看講，大家攏有在認真，吼，啊，大家當接受。嘿，大部分的攏是安尼，啊，就上驚就是家長都講我無度，吼，啊，學校講我無度，安尼就慘啊。啊，這無度通常是制度性的欠缺，還是講態度上是不為呀，還是不靈呀？我的經驗是吼，大部分的老師都是安尼啦，學校會當互伊支持，伊的態度都會出來。會轉變。嘿，對。真罕的老師會怒啦，吼，是不是安尼？信榮老師，老師應該是攏，但是有一般性有制度性嘅支持，伊應該做出老師應該有的這個樣態，是不是安尼？對啊，就是我們都會用制度檢啊。一般來說，我們鑑定一個孩子啊是沒有加錢的，可是我們就是真的看到孩子的需要，就會很盡力的去告訴他說，你愛做評鑑，你愛做鑑定，這樣子我們才可以幫孩子去補助他相關的教育。哦，所以鑑定還是您愛自己開時間來做鑑定。對啊，我鑑定我們就可以提早下班了，可是我們就是為孩子好啊，所以這其實有影真含呢，吼，就是變做講特教老師愛自己啊做醫生。啊，做護士，啊做敢若做擱咧做調教安尼，啊自頭顧到尾，
這應該教育部應該愛來支持。我記得吼是有誒障礙類別是外口醫療院所在做鑑定的啦。你比如講你的過動，還是迄個注意力不全，這應該是攏醫療院所會使鑑定的代志，因為鑑定了伊會開藥啊嘛。我唔是，唔是啊。即馬吼佇教育的現狀是安尼啦，醫生的鑑定是醫生的鑑定，但是學會的鑑定，這是學會鑑定。愛啲看着人。這兩個是無共的。所以一個囡仔哦，我有去看醫生，醫生講哦，我是過動，但是我佇學校我嘛是，我寫一份，嘿，佫要100，對，嘿，是安尼。阮做鑑定的時陣都講，你愛去第一，雖然講